关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新北市芦洲的果菜市场，有一担中宁海鲜号挂羊头卖猪肉，因所卖羊肉无任何油麻成分，是用猪肉类以假乱真。检警长进一步来搜索，拘提到姓杨的摊商这对兄妹啊，也有顶抢姓陈的男子。问完就笔录了后，这个摊商妹妹受押禁见。 摊商哥哥以20万，姓陈的顶抢以10万块来交保。咱的记者中回到现场，发现这个店家竟然是换头家继续咧做生意，实在真无义。 一箱一箱肉品放在眼前，想要市卫生局人员大动作来到仓库内底检查，这就是放假羊肉所在，嘛是市场等的仓库。换老板了，对，老板。这一天时间，打算换头家，可能媒体来业者税金暂断关系，因为2天前姓杨的负责人才出面发完案，干羊肉掺淡美国地的假羊肉，拢讲是供应商做。假羊肉的供应商就隐身在新北市五股区这间厂房里头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但终究还是被检警破获。实际回到供应商厂房，收尾啊一股私人产业卖门外转过。根据检警的调查，姓杨的兄妹啊，平常时啊伫咧大台北果菜市场卖肉海产，含真侪间火锅店、各便当业者，拢是长期往来客户。不过因为介绍伤过价，互大家一个注意。2020年开始就有关后，姓陈的供货商提供货权。新北地检署长和卫生局调查打含调解，姓杨的查甫人尾以20万交保，姓陈的供货商以10万块交保。杨小姐是红押起来禁见。检察官在讯问完毕之后，认为被告3人涉嫌刑法的意图欺骗他人就商品品质为虚伪标示罪、诈欺取财罪，以及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。 崇宁海产号以及南台国际企业社暂停作业，停止贩售。乌姓业者挂羊头卖猪肉，和假羊肉流向市面，卫生局嘛下令暂停营业，就惊有食安的问题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